下晡市12点就咧上市，恁若有通知叫阮2点，无1点、12点，阮规阮菜市仔都拢关起啊。你即摆来即个9月初开始，咱菜市就要空旷市场。咱空旷市场喷了都经过10几小时啊，你要强制阮休市。啊，你有讲有去想到无？阮遮摊贩朋友，逐个家庭拢足可怜的呢。民众头顶绑着白布条向民代登前，因为市长赐的这张公文。市长处伫8月14号向8个天狗节疫情地区的菜市仔发出公文，要求各市场摊商为9月开始，拜二爱配合清销作业，加工拜一就要休市1天，无配合就要开罚，引发摊商不满。这样的修饰能够达到我们的登革热的疫情能够控制的话，我想我们台湾朋友大家都会乐意去接受。但是你给单休了1天哦，就能够防止疫情吗？议员认为，目前疫情确实是非常严重，市场处严格管制各市场的倾销以及营运的用心，会当理解，也毋过应该要有完整的配套措施。做登革热防治，我们没有人敢说政府不应该做。重点，你们做的目的是为了市民更健康，为了市民过日子更好过，不是要让市民这个左支右绌，生意不能做。经发局经过决议，休市一事将改做配合市场营业时间办理喷药甲诛清，以减轻对市场营运的冲击。无强制拜一休市，若是讲有市场摊商确诊，需要大量清销的时阵，市场甲摊商就应该爱配合，共同对抗天狗的疫情。台南新闻讯汇采访报道。